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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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目前那边老师平安。你今仔日写，那会写讲写做迄个，我怎啊无去？写啊，做恢复。哦，真的吗？系啊，我想讲奇怪，是毋是牧师你有啥物代志？哦，无啊，啊，我今才头拄啊开的时阵，才搁看 YouTube 是讲实体甲迄个，我想哇，即摆搁去都袂赴啊，我怎啊伫厝里啊？嘿嘿，无要紧，无要紧，你嘿嘿，甲看你，你甲看你咧写，你是毋是复制着顶礼拜的？啊，对对对对，是的，是是毋是？的，是的，因为我看讲奇怪，啊，你哪会写迄落？啊，我想啊，牧师是毋是你因有啥物特别的代志要处理啊？啥？有啊，比如哦，说下礼拜预告，下礼拜将恢复实体灵性成长哈哈班。哈哈，我啊，我我对这个，要进去的时候，我再去看，YouTube 你搁写实体网络，嘿嘿，无要紧，无要紧，我想讲啊，安尼一定是你搞错了。啊，啊，像我即摆搁去都袂赴啊，无要紧，无所以要紧，我都 我按电话咧厝啦。copy 尔啦，嘿啊，嘿啊，你可能一条 copy 过阮，嘿嘿嘿嘿，我想顶礼拜都已经实体啊，啊，那会即礼拜搁变迄落？哦，歹势歹势，诶，袂，我到后礼拜再搁过，好好，无问伊即摆搁题，过已经会时间会挡住着。嗯。好，来，咱来祈祷。天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啊！伫炎热的天气，你悠然赏赐雨来润泽阮的土地。阮也恳求主，你继续来看顾保守，特别是疫情搁有淡薄咧扩散的中间，恳求主你来保守，也保守阮的台湾无受到强权的威胁，也阮会当伫遮有平安。阮感谢你，互阮暗时会当搁做伙来伫遮来要来参考保罗宣教的行程，恳求主你来帮助阮对于伫保罗
几摆宣告行程中间来得到启示帮赞。阮上行永暗的时间，交托伫你的圣手，恳求主你来甲阮三个地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来，今仔日咱要开始来讲到保罗的宣教行程啦，吼。咱伫即个使徒行传内底要来看保罗伊应该是讲爱对讲伊的改变开始讲啦，吼。咱知影伊进前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吼。然后伊伫往大马色的路上。伊就来拄着圣神的光来甲伊光照，互伊失去即个会当看的即个视力来改变伊吼。这是对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记载伊伫迄个所在受到主的光照主甲伊医治圣神甲伊呼召互伊开始成做一个对压迫教会、压迫福音、压迫基督徒成做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一个使徒吼。伫伊所有的即个宣教的旅行中间，拢是记载伫使徒行传13章到使徒行传的上落尾即个内底拢总有4摆的行程吼，拢总有4摆行程。咱若要对即个来去思考来去看伫即个保罗伊即几摆的即个宣教的旅行，伊安怎来对圣神的引带，安怎来顺服吼？过来伊伫上落尾，伊真想要爱去伫罗马传福音的中间，上帝互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嘛是去到伫罗马，嘛是伫遐传福音。但是这是伊最后人生最后的旅程吼。话甲有足侪人话保罗伊迄阵叫扫罗啦吼，伊即个受到光照的即个情景啦吼，当然有无共款的话法咧思考吼，咧思考即个有大部分的西方的画家，亲像拄则咱看第1张的图吼。大概是用罗马的军人的穿法，第2张较无共款，伊是一个真犹太式的穿法啦吼。这第3张嘛是共款用迄个罗马军人的穿法吼。到底保罗伊的穿插到底是甚物货？那照咱来了解伊是一个属伫圣殿的兵。圣殿的兵是毋是穿甲罗马的军人来共款呢？咱会当做一寡思考啦吼。但是迄毋是上重要的代志啦吼。咱要对于迄个保罗、扫罗的改变来开始看。伫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就讲到，扫罗伊继续用即个真歹的口气来恐吓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伊发函，互即个大马色咱讲大马士革逐个犹太的会堂允准伊去掠遮个咱讲的基督徒啦吼，军队耶稣的人，无论男女，拢到去耶路撒冷。所以咱会当真清楚，扫罗伊毋是罗马的军人吼，伊是伫即个咧服侍大祭司的吼，是一个咱咧讲的宗教警察迄种的角度吼。如果咱即摆若去伫即个耶路撒冷的圣地旅游吼，伫耶路撒冷内底，你若拄着即个拜五下昏时，差不多2、3点因就开始有宗教警察开始来赶，就是即个旅客开始爱转去即个商店准备爱关因为对拜五的日头落山，安息日就开始算起吼。因一直有即个咱咧讲的即个宗教警察存在啦吼。好，
扫罗伊还未改变进前，伊是一个迫害者，对伫教会、对伫基督徒、对伫遮个军队、耶稣诶人，伊有真强诶，即个压迫诶力。咱倒转来看迄经文安怎讲，伊用迄个真凶恶吼，真凶恶诶口气来恐吓啦吼。所以咱知影讲伊真歹吼。咱连伊会阁引用着腓立比书伊所讲诶话，咱来看吼。伊是一个迫害者，吼，伊吼，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伊是安怎伫使徒行传诶记载讲伊是足恶诶吼。咱来看伊伫腓立比书伊家己诶讲法，咱就知影讲为虾米伊会遮歹啦吼。伫第5节、第6节，伊讲：我出世第8天就受割礼，我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属伫便雅悯支族。是血统纯正的希伯来人，就遵守犹太教规这点来讲，我属伫法利赛派。第6节讲，就热心讲，我捌来迫害教会，所以如果遵守摩西律法，就算义来讲，我并无啥物通好指责的所在。所以伫伊咧迫害教会时阵，伊是安尼咧想的吼，伊是为着上帝咧做工吼。伊比什么人更较热心，佫比什么人更较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伊安尼，咱讲这个理直气壮啊吼！伫迄个所在，伊就来压迫教会、压迫基督徒，伊感觉这是伊应该，伊嘛做得真好吼！伊是安尼咧想吼，所以对伊来讲，伊一点仔都无感觉讲伊做毋对啦。但是当伊要去伫即个大马士革，就是讲咱台语翻译讲，大马色的即个路上的时阵，有上帝，也是讲耶稣基督圣神的光照，也互伊变做青眉看袂着，然后佫甲互伊去得到医治，互伊悔改来基督。对迄个压迫者，诚做一个宣告者吼。这咱若看到即个第9章。这个所在会当看到讲伊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门徒去惊伊吼，因为甲英国的表现无共款啦，因为英国拢是咧迫害基督徒的人吼，所以伫这个所在会改变是一个咱讲咱若对用哪的角度来看吼，这嘛是新约啦吼，一个人的改变吼，这是新约吼。然后对第9章20节到22节，你看见讲。伊伫即个大树的所在，就伫遐足热心，开始来传福音。伊第一个接纳伊的人，就是巴拿巴啦吼。巴拿巴就真热心来协助即个，迄当时是还佫叫扫罗啦吼，带伊去见使徒吼。即个互使徒表现甲拢会足着惊吼。这是伫9章的26节到29节的所在所讲着吼。然后伫迄个所在，保罗真清楚来甲使徒分享伊足清楚伊家己的呼召，开始转往即个咱咧讲希腊人，也是讲罗马的人来传福音。伊感觉讲伊无需要伫迄个12个使徒的基础顶悬，搁去伫遐咱讲即个锦上添花啦吼，伊就开始来外口。就是非基督徒外邦来传福音，所以伊就成做一个外邦的使徒。这是一开始伊就足清楚伊家己的定位，伊家己的呼召伫倒落吼。所以伫即个所在来看见吼。然后伫10章到12章的记载，虽然咱即届未看，但是我会小可讲到，就是讲彼得对伫即个。看见异象，吼，看见异象，然后即个外邦的福音，即项代志对保罗伫外邦传福音，其实是足有帮助，是足重要的一个基础，吼。但是咱即回袂去看遮，但是会小可去提到即个部分吼。伊伫即个所在就开始受到差遣，然后就甲巴拿巴同齐出去。伊第一摆出去的时阵。抑阁有即个马可吼，甲伊三甲去出去吼，伊叫做保罗马可吼。咱会当看见伊伫这开始就有一寡
这个传福音的热诚，就甲伊做伙出去，然后伊就开始受差派受差派出去伫这个咱咧讲的当初是叫亚细亚，就是即摆土耳其的所在就是土耳其的所在，伊就伫遐来开始传福音所以保罗伫遮也讲真清楚啦这个使徒就为着因来会当讲是差遣差遣互因出去互因伫迄个所在。然后呢，咱特别要爱讲到，就是讲我拄着真侪基督徒拢咧讲着洗礼了着爱改名。我甲问讲为什么？人迄个扫罗着安尼啦。我讲有影吗？佫有无？伊讲着阿伯拉罕嘛安尼啦我讲你着是对圣经无够熟啦事实上，咱甲讲改名是毋对的讲法啦我伫遮特别爱甲咱讲，伊是使用另外一个名伊使用另外一个名。照伫过去的一个习惯，因每一个犹太人伫迄个时代呢，拢有2个名，甚至有3个名因有家己犹太人的名，嘛有罗马政府互伊的名阮爸爸是出世伫日本统治的时代那照讲伊是日本人啦所以伊有日本名。但是伫即个世界大战了后咱伫国民政府来占领台湾了后，咱开始来竞争，所以迄个时代有足侪原住民的人就去用改做咱咧讲的汉名华语的名最近才开始一20冬来开始有因会当恢复因的名所以咱会通知影用即个背景，咱会通了解伫保罗伊初代教会时代。因就是拢安尼，伊若面对希伯来人的时阵，伊就用扫罗的名。但是咱知影，咱倒转来看，伊受差遣是要成做外邦的使徒外邦的使徒所以伊用外邦的名，就是罗马人的希腊名好，那亲像牧师伫美国咧生活的中间有真侪。别人就问讲what's your name 你的名是啥物货？但是我若个用台语互伊伊当然念袂出来啦其实我较早的英语名毋是叫做 John， 是因为因袂晓讲任何，伊甲念做伙共任何 John 单咧，迄名单咧走出来安尼所以因对因来讲有困难有困难就要安怎？咱就开始用英语名来甲因直接我想用安尼，咱会通了解。事实上，伊毋是改名，但是方便伊甲遮个外邦人来直接，伊会通真方便来甲因来传福音这是咱讲保罗，咱改另外一个名来称呼伊事实上，伊毋是改名，使用伊另外一个名我想互咱了解一下啦所以毋通去误解讲迄个基督徒洗礼了，拢爱改名我毋是啦，世俗人才会改名，要来改运啦毋是安尼毋是安尼。好所以咱会通知影讲，伊是用即个外邦的名，要来甲外邦的人来交陪，来伫遐传福音然后咱看到圣神来呼召巴拿巴来甲扫罗，安尼讲保罗三甲做伙互伊第一站去到伫即个安提阿伫遐受差遣，然后去到即个塞浦路斯一个外邦的所在，一个海岛开始来传福音啦咱特别要甲咱讲是伫咱咧讲到初代教会时阵，时常会看到安提阿即个名。但是咱知影安提阿有2个名，基督徒第一摆去互称做基督徒，是伫犹太地，就是即个咱咧讲伫地中海东边遮叙利亚即边的安提阿是即个所在，嘛是因差遣的所在即个安提阿呢，是初代教会的宣教中心，会通讲是。因伫遐拢找派宣教师一个所在。另外一个所在是伫迄个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即个中北边的所在咱会
会有机会看到这两位吼，所以咱大家爱知影一下吼。一般来讲，咱咧讲到保罗的宣教旅程差不多是讲3摆啦吼。当然嘛有圣经学家主张是4摆，但是这个第4摆是因为伊要用改送去伫这个罗马要受审判去，然后伫迄个所在有机会伊也传福音吼嘛无真正是宣教的旅程，但是事实上伊嘛有去遐宣教吼，所以用较开阔的讲法4摆吼，嘛有人讲3摆，这无对错啦吼，咱只要了解就好吼。好，第一摆旅程记载伫13章第4节到15章的第5节，伊前往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所在吼。伫迄个境内呢，伊设立教会吼，伫即个所在，伊看到吼，咱来看地图啦吼，这个就是伊伫大马色的所在去互主来甲伊照光，然后伊就倒转来伫即个耶路撒冷的所在，又过来安提阿遮吼，就对遮起来这安提阿遮受差派受差派然后伊就起来即个所在。塞浦路斯、居比路这个所在开始伊的旅程啦吼咱大概知影这个土耳其就是初代教会，咱咧讲亚细亚亚细亚所以基本上土耳其呢，伊是连伫这个亚洲大陆内底伊甲亚洲大陆是连做伙，伊甲欧洲其实是。一个半岛连条的，但是毋是介大的这个结连啦吼，所以自古早以来，伊就互人当作是亚洲，所以古早的名叫做 Asia 亚细亚吼。好，我会将这个另外这版的，咱即摆咧看这版的地图会连接互咱这个地图这个软体我感觉袂歹，就是讲咱若准去看到伊。这个写的地点，伊有一寡说明会走出来，咱会当用这个图来帮助咱吼，来去看到伊这2、3、4摆的这个旅程吼，咱会当较了解吼。我大概会用这个做基础来甲大家三甲分享啦吼。然后伫第2摆的旅程是记载伫《使徒行传》15章22节到18章的22节。咱知影伊第1摆伫亚细亚咱倒转来看伫亚细亚遮，这是伊第1摆的旅程伊第2摆呢，想要对安提阿遮行陆地，搁来伫这个所在伫遮来传福音。但是咱注意看圣经，就看到讲圣神不准圣神禁止伊，所以圣神禁止伊，就搁替伊开另外一个路。来进入伫马其顿，马其顿，互伊去到正式福音呢，因为伊的关系，正式进入伫欧洲，正式进入伫欧洲内底，咱会当看伫即个所在咱看见伊对陆路本来要到遮尔定，但是圣神讲袂使，你爱过来即个所在，特罗亚这个地点，咱会讲到啦就是咱知影讲木马屠城记就是这个城市然后伊就跨过来伫欧洲这就是欧洲欧洲 EU 啦正式福音就进入伫这个欧洲的所在，咱所熟悉的足侪的初代教会是咧就是伫这个所在比如讲咱咧讲的菲律宾。帖撒罗尼迦，哥林多，拢伫这个所在，拢伫这个所在。咱遮就看到讲，伊有一个安提阿伫遮，这是第一个安提阿，基督徒对遮开始去互人称做基督徒，但是这个毋是请咱毋好误会大家知影伫这个亚细亚的中部这个所在第3摆的旅程是对《使徒行传》18章23节到第21章15节
吼，继续伊搁一摆进入伫即个咱讲希腊的地区，就是欧洲的所在，搁继续来传福音啦吼，继续来传福音。安尼通看伊讲伊的旅程搁较拢集中伫即个所在吼，搁较集中伫即个所在安尼。即个所在基本上伊就较无落来吼。第二摆伊还搁有停卡伫即个所在，第三摆呢，拢伫海岛，咱咧讲的跳岛吼，即摆真流行啦吼，美军的即个演习吼会跳岛吼，咱看到保罗伊第三摆就是跳岛转来吼，一站一站吼行海路，这是啥物原因吼？咱会去讲着啦吼。不过我即摆小可先讲一下，就是伊伫第二摆的时阵，伫以弗所发生代志吼，人甲伊赶伫遐有人拨乱所以伊无忙搁去遐造成纷扰，所以伊就安尼吼。到伫即个所在的时阵，伊叫即个以弗所教会的遮的同工来到遮，甲伊相甲见面吼。这咱慢慢的去讲到即个部分吼。共款，我会将即个地图吼会连接互咱，伊会帮助咱来了解了解搁较侪的即个整个的旅程安尼吼。所以伊第三摆开始嘛是对安提阿开始咱注意甲看吼。然后伊倒转来伫推罗，然后搁落来去到耶路撒冷，使徒来报告吼。使徒基本上拢伫耶路撒冷吼，使徒吼。但是安提阿是宣教的差派中心吼，宣教的差派中心吼。第四摆旅程就是伫对27章开始到第28章结束的所在，看见保罗受掠去到伫即个罗马吼，即中间因是坐船吼，因是坐船。咱来看吼，咱拄则讲塞浦路斯岛，就是居比路啦吼。伊即边无对遮，伊是对遮来驶过吼，驶过好。咱之前有咧讲到即个格里特岛吼，格里迪岛吼，即个所在伫保罗因伫即个所在有拄着大风影吼，拄着大风影，真有可能约纳，咱拄读过约纳，伊嘛伫即个所在拄着大风影，然后拄着大船，所以伊根本无机会去到伫即个塔斯吼，无去到即个塔斯吼。到伫即个所在了，因就换船吼，即所在伊嘛阁有拄着一寡情形吼。咱来看即个所在吼，因这行来吼，伊嘛阁拄着大风雨啦吼，共款吼，伫即个所在吼。到底是约纳是伫即个所在，还是伫即个所在，咱毋知影啦吼。但是就是讲，大概是即个所在真容易拄着即个大风影吼。这咱会当看见伫即个所在伊借着即个海路吼，罗马的兵丁甲伊架送到伫即个罗马吼，这是伊人生上落尾的所在吼。伫即个吼，这是第四摆啦吼。我会用一个地点来慢慢甲咱说明啦吼。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伫考古学安怎看啦吼？伫27章中间会当看到讲，伊有一寡即个情形吼，因拄着的代志，包括伊甲遮个罗马的即军官兵丁讲你毋好搁去，但是伊无听伊的话，拄着这大风影等等遮个代志吼。伊拄伫大风影的时阵，伊来安搭遮个人，互因袂安尼起狂吼。会当互因真平安。伫保罗是安怎会讲伊第四摆的旅程吼，就是甲即个有关系啦吼。咱讲伊第四摆吼，伊伫即个所在呢，会通伫外口租厝2冬的时间。所有来见伊的人，伊拢接待，伊搁伫遐来传上帝国的福音。所以有的圣经学家就真坚持讲，即摆旅程嘛是一个宣教的旅程啦吼。但我想这拢无问题啦。
伊就是有第4摆的旅程，但是伊嘛搁伫遐来传福音，也无受到阻止吼。这是上帝真奇妙的作为吼。咱会通对每一摆行程的中间有几个地点，咱会一个来看吼。咱若看到举比路岛，就伊圣经的记载，也是讲帕佛，也是讲这个庞菲利亚的别家吼。这意思就是讲，有其他所在嘛有这个地名啦吼。但是咱知影，像咱即摆嘛有足侪地名是外围仔的名，咱即个人搬去迄个所在就换咱号迄个名吼。即个伫毋是干那伫台湾，嘛毋是干那伫初代教会罗马时代，现在伫美国嘛有真侪个所在的地方名，也是迄个路名，拢是因遮移民过去搁再号的一个名啦吼。嘿，所以咱大概知影，就是讲有真侪个地名有可能会重复吼。咱大概小可有即个概念，特别咱咧讲到安提阿比较较重要，会去常常会讲到吼。好，咱若咧讲到加勒泰的所在吼，咱会记加勒泰无有教会啦吼，无有教会吼。加勒泰是一个地方，伫迄个伊即个所在呢，有一寡教会的存在啦吼。即几个拢是伫迄个加勒泰迄个所在嘛叫做以哥念啦吼。我倒互咱看地图吼，是的吼，来，倒来，好来，伫遮吼。咱伫第2摆旅程的中间会咱看搁较清楚，也是第1摆就有啦吼。这个以哥念遮吼，就是叫做加勒泰省吼，这个所在无有一间教会叫做加勒泰教会吼。互加勒泰的批信照讲是写互正教会，毋是干那一间教会，真有可能就即几间教会咱拄则看到的吼。好，搁倒转来咱拄则迄个所在吼。所以咱慢慢会牧师会照即个地名一个来甲咱讲吼。第1摆行程，伊搁倒转去伫耶路撒冷使徒来报告即个所在。搁来第2摆，伊共款对安提阿开始，然后就去到共款去到伫即个居比路吼，到叙利亚遮个教会，然后较特别的，伊对伫即个加勒泰省这个所在了后，就开始准备要去到对特罗亚吼，要去到伫即个欧洲，你讲希腊的所在就是马其顿吼。你讲马其顿的呼声吼，就开始建立欧洲的第1间教会，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教会这个对16章开始，咱会去讲到，过来到帖撒罗尼迦、庇里亚等等吼，我会照着即个使徒行传的次序一个来甲咱讲吼。我会用几个城市做伙讲啦吼。因为咱若用一个城市讲吼，可能爱讲20几摆啦吼。我基本上我望会看会当10摆以内甲咱分享完无吼。第3摆伊就搁开始咱就知影真重要。迄句话时常咧读保罗的旅程的时阵，迄个句话就定定会出现伫我的头壳底，就是讲圣神不准啦吼。伊想要去到什么所在？要去到伫倒位，圣神不准。第2摆、第3摆，咱会当看讲，圣神的意思就是要爱将福音带到伫欧洲吼，带到伫欧洲。伫以弗所，伊算带伫遐较久的一个所在吼，伫遐来开拓教会，建立教会体制伫遐来训练遮个同工等等遮个吼。咱就看讲，伊有做真侪遮个代志，特别咱若对伫保罗的批信的中间，咱会当看伫讲，伊无论用写批，还是家己去开拓的教会伫遐，伊拢伫迄个所在足重要2项代志：建立教会制度，佮训练同工吼。训练同工，
同工要受训练，这是一个教会要复兴一个真重要的因素。上惊是教会的同工无要受训练，伫服侍中间就会有一寡问题会产生这是非常重要，毋但是伫初代教会，现代教会嘛是安尼嘛是安尼。好这第三摆的行程伊就到落尾，我拄则已经甲咱讲着，会程的中间，伊去到足济的岛屿伊就坐船就坐船，这拢坐船跳岛的这个旅程因为伊要避免以弗所教会迄个冲突，搁一摆来发生然后伊第四摆受到介绍，要去到伫罗马受审判的这个路程，又经过遮的所在对27章开始，咱会当看见咱大概知影就是讲伊受掠就去到伫这个去用审判，伊就要求，伊讲伊是罗马的公民，所以就来送到去伫这个罗马这个过程的中间咱会看见讲伊安怎甲遮的罗马的军人相处伫海上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佮住伫罗马2冬的时间，伊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整个的过程，咱会当看见讲伊伫遐来经历上帝的保守。甲上帝安怎将伊的旨意放伫保罗的心上，互伊虽然受掠去到伫罗马遐，犹原会通伫遐来传福音，来见证国外的主这是真特别的一个新者啦然后伊就到伫这个罗马的所在伊这个第四摆的旅程到伫落尾。伫《使徒行传》28章有甲咱讲，伊伫迄个中间，伊住伫罗马的整个的情形，伊伫遐住2冬，伫遐传福音然后伊开始伫每一摆行程的中间，伊拢有写批互各教会去伫大概这个中间有甲遮的资料互咱第二摆旅程，伊有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啦第三摆写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前后书甲罗马书伫罗马的讲业的中间，伊就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等等遮的但是这个伫罗马受讨伐的时阵，就有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了后就写提摩太后书伊。另外一本就是咱伫迄天拜三的时，连长都有讲到，亲像这个希伯来书到底是毋是伊写的，有一寡争论伫咧啦但是我想迄毋是介重要，咱要去讨论的代志，就是讲咱较重要是讲借着保罗这个行程，要互咱来去看到讲上帝安怎伫保罗的心上。来立定伊的旨意咱知影伫迄个时代，初代教会基督教会是基督徒受到真济的压迫，但是透过保罗的宣告，咱知影伫主后300几年的时阵，这个基督教就成做罗马的国教嘛透过西方的殖民，将这个基督的信仰来。送出去所以保罗的这个宣告，对基督教的这个外邦的福音基督信仰的这个传福音去到伫逐个所在，世界逐所在是有足关键的一个重要性啦所以咱需要来了解保罗的这个宣告的旅程的原因是伫这个所在。如果咱若差不多甲保罗的宣告旅程拢总安尼来大概了解了后，佮连接到伫伊的批信中间的时，咱大概伫初代教会整个的历史，咱就差不多拢知影这是会当成做咱的帮站啦也毋茫咱
过来几摆中间会当一届一届来读保罗伊安怎来顺服圣神的引带来伫即个外邦的所在，对伫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然后第二摆去到伫即个希腊马其顿，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吼，毋茫佫看到伊第四摆去到伫罗马，伊掠条每一个机会伫遐来传福音，也毋茫咱会受到激励安尼啦吼。好，今仔日就甲咱讲概论，讲到即个所在。来，有问题无？保罗伊个宣教旅行，看起甲圣神的带领，敢若拢无法度三分开，所以这对咱基督徒来讲，有啥物较好的迄提醒？我想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吼，就是讲，咱真侪时阵伫教会，咱咧办活动、举行聚会，是毋是会落入去讲，我为着办活动来办活动，还是落入去讲，因为我想要做，还是讲咱会通伫即个教会的计划的中间，亲像学习保罗伊的心志，互圣神来引带咱。无拄拄讲，咱所想的活动，咱所设计出来的即个计划，下伫圣神的引带。如果毋是圣神要爱咱做的时阵，咱有愿意要改无？我感觉这个是伫保罗身上对我的启示啦，就是讲，咱真侪时阵会用家己的一个真强烈的想法。你知影吼，保罗是一个意见足强的人哦，你看几项代志吼，腓立比书第3章伊咧讲到，若要照即个行用行为来称义，好，伊比啥物人较有资格？敢毋是？伊足强烈咯吼。第二项，第二摆伊要出去的时阵，伊就无爱互马克对啊，有无？伊个性足强的哦。但是吼，遮尔一个个性强、足有主见的人，当圣神甲伊禁止的时阵，伊安那？伊顺服。我想这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足重要的提醒啦。多谢连长提这个问题，我足重要吼。多谢牧师。这着要先看在经节才来听会较好。对，我想我有写伫迄个概论中间遐个吼，咱会当先对第一次旅行的迄段经节，咱甲读互熟，遐地名咱互较熟个了后，那我咧分享的时阵，咱才会当对着啦，嘿，安尼咱小可了解一下，然后我会找一寡考古的图片，也是讲一寡资料，互咱大概知影当初时甲现在的即个差别吼。我用一寡来甲咱三个分享安尼，嘿，吼。歹势，我今仔日迄个用 copy 的连结互大家误以为今天是线上啦，吼，咱即马就是拢开始有实体安尼，歹势。好哦，若无，咱就要来暂停今仔日的，咱请国栋执事带咱来祈祷结束，好无？好，咱即时斗阵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伫这拜五的暗时，互阮主持伫你的面头前，斗阵来演读你的话语。主耶稣嘛，恳求你保守阮，照着今仔日阮所读的经文来，伫阮的生活中会使来实现，来记伫阮的心内。主耶稣，感谢你。嘛保守阮即2天拜六礼拜假期，互阮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安尼祈祷上主你宝贵性命，阿免。谢谢大家晚安。谢谢，谢谢大牧师，家，谢谢。晚安。安。